分享观众朋友在個戰鬥討論嘅現場，見俾新聞幕後嘅單元呢，帶下來關注嘅係25日俄羅斯係扣留咧烏克蘭上台嘅選監，但雙方嘅衝突有升高嘅可能咯。還有見俾聽到嘅來賓係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嘅崔玲教授，教授你好。主播，各位觀眾大家好。教授，我想請教第一個問題是，蠻好奇說，像在這次刻赤海峽發生這個衝突，俄羅斯選在這個時間點發生衝突，我會覺得有點讓人匪夷所思。畢竟，這兩三年這麼多年來，這4年來，從這個烏克蘭跟俄羅斯之間衝突升高之後，中間好像很少在這一塊發生衝突，都是在地面上的交戰比較多。那為什麼會在這個時間點，俄羅斯會有這樣的動作？對，這個時間點的確是有它的一個時間的敏感性。那但是呢，整個的衝突不是只有現在才發生。是，對，就是說，就像主播您剛剛講的，地面上的就是在那個2014年2015年16年那個時候，就是明斯克協定這些制定出來了之後呢，大家好像就說停火，可是小衝突還是不斷。那今年5月份的那個就是橫跨刻赤海峽的這個大橋，跨海大橋就是完工嘛。那在完工之前，整個的就是在黑海、亞速海以及刻赤海峽、克里米亞這周邊的這邊的這些情勢就開始緊急的上升起來了。對，那早先的時候呢，我知道在上個月也是有一些烏克蘭海軍的這些艦艇有通過這個刻赤海峽，那他們因為有跟俄羅斯這邊都有報備，所以那個時候這些衝突都還沒有發生。所以這個時間點上面來看的話，當然就像普丁說的，那個是在對波羅申科他在操作國內的選情。可是某種方面來看的話呢，對俄國它也有一些就是轉移國內政治局勢一些緊張的這個就是轉移焦點的這樣的一個作用在。老師，那當然這個我們後面我們再討論。那我們比較好奇的是，像這次發生衝突的刻赤海峽，它對於烏克蘭還有俄羅斯之間來講，它是一個什麼樣的地位？是具有戰略地位嗎？還是說它有其他的一個地位在？尤其是當烏克蘭跟俄羅斯在2003年有簽訂個協議，說這片的海域都是屬於一個自由的海域，等於是屬於雙方共同的領海。但為什麼就是現在卻發生這樣的衝突？哦，對，刻赤海峽的確，因為它是就是從黑海到那個亞速海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交通要道，而且呢是在克里米亞這邊。那這邊的戰略位置的重要性受到俄國的重視，其實不是一天兩天。也就是說，在整個的歷史上，在俄羅斯領土擴張的過程當中，就是沙皇帝國，它就已經非常重視克里米亞這邊的一個戰略地位。那在彼得大帝那個時候就想盡辦法要，就是希望能夠打通這個黑海的出口，可是他沒有做到。那他大概他那時候就是在波羅的海那個地方的出口打通，就跟這個瑞典的一個戰爭，然後一直到了凱撒林大帝的時候，就是將近在18世紀末的時候，克里米亞半島才正式變成這個俄羅斯的領土。那個時候就有一個俄國的那個大臣就跟上書凱撒林大帝就跟他說整個克里米亞它就是黑海以及就是說亞速海這個地方哈，尤其是克里米亞就是土耳其，那當時是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那所以呢是整個俄羅斯跟土耳其之間的一個很重要的鑰匙。那如果說這個鑰匙它是在俄國的手上的話，那俄國整個的這個安全問題就是不但是可靠，而且是非常非常的鞏固。所以呢，就一直就是說，想盡辦法要把這個地方控制住，就進入黑海的這個出口。所以在歷史上面，克里米亞半島以及黑海還有亞速海這個地方，都是俄國非常重視的一個就是戰略的地方。對，戰略地位非常的重要，關乎到整個俄國的一個國家安全。所以到了今天，當然尤其是黑海艦隊是在克里米亞這邊哈，然後呢刻赤海峽又跟這個就是克里米亞半島跟俄國的領土又這麼的近，然後整個幾乎圍繞着整個的那個就是亞速海，那剛好就是俄
俄罗斯跟那个乌克兰的这个共同的一个领域。那这次的包括说俄罗斯一开始宣布封锁，当然普丁后来说这片海域又是自由的，大家可以进入开放，但似乎我们也看到说乌克兰方面也说，其实俄罗斯现在还是把这一块封锁起来。那对于乌克兰还有俄罗斯来讲，他们在船只进出上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现在其实两边是。我们就以这些事件来讲，就现在就是各说各话哈。然后呢，还有那当然这个东西也牵涉到领土的争议。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时25号那一天，乌克兰的2艘这个海军的舰艇，他们要通过刻斯海峡，那就是要跟俄国军方这边海军这边要进行报备，那他们就在一个等待区、等候区这边在等候，就是对方的通知。所以说是有报备的，有报备。可是俄国那边是说他们没有收到，然后呢，乌克兰这个舰艇这边他说4点钟到，一直等到11点的时候，这个乌克兰的俄罗斯这边就回复说就是说好像前面有船，就是有一些理由，就好像有一些货船就搁浅的这样的。那乌克兰觉得说这个是假消息，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两艘俄国的船通过那个克里米亚的那个桥。是。然后这时候这2艘船就准备要回到奥德萨，可是，在经过克赤南方的大概差不多40公里，然后距离那个领海岸线差不多13公里、14公里的地方，这是乌克兰的说法，就是说就受到攻击。等于是在乌克兰的领海之内受到攻击。可是俄国呢就认为说，没有，我们已经警告他了。然后呢，军方是说一直在容忍，然后警告。可是这个乌克兰的舰队好像还是非常的任意妄为，然后进入到那个领海，甚至呢已经到了就是俄国本身就不是那个克里米亚后来占领的那个地区的领海，所以他们才开始攻击。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这个一方面是对这个领域的领海的一个争议。那当然啦，他们那个乌克兰这边不承认说克里米亚已经是俄国的领土，有这样的争议。对，那也凸显到说，现在目前这个刻赤海峡这边和亚速海这边呢，克里米亚这边几乎都是受到俄国的一个控制，所以不光是这个军事的这个舰艇，那其他的一些商船的进出都旷日费时啊，就是说整个就已经不像以往，就是可以真的自由的进出，然后整个的商船的数量也减少许多。那会不会是就是俄罗斯刚好要透过这次机会，在测试自己在西方中的关系？另外也向西方宣告说，其实包括这个亚速海，包括这刻赤海峡，包括黑海，其实都是我的内海。有没有这样的意思在？测试关系，我觉得对普丁来讲，他不需要。是。对，他不需要，因为从最近这几年，俄国在国际上面的一些作为来看的话，他们就是已经摆明了，就他不要透过一些外交的途径啊来谈，那他们就认为说我的整个的这个安全上面受到威胁的时候，所以呢，他就一向就是采取这个非常强硬的作为去回应予以反击。对，那当然这个也就讲到，就是说从克里米亚半岛就被俄罗斯并吞之后呢，塞瓦斯托堡这个海军基地也没有办法再受到这个，就是说乌克兰这边就完全已经没有办法去控制克里米亚这个地区，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准备把那个军事基地就移防到那个。有2个很著名的这个港口，一个叫马里乌波，然后另外一个是比尔江斯克这边。是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乌克兰的整个的海军国防，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面，他们自己因为经济的关系没有办法去支付这样的军费，所以美国在这背后其实有给了非常大的一个经费。是那。据美国驻乌克兰的大使，他就讲，从2014年开始，美国大概投注了起码几10亿的美金在这个帮助乌克兰
整个的，尤其是海军的这些设备上面啊，然后一些相关设备以及这个这个军队训练上面的一些投资都蛮多的，对。那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一次就是冲突过后，乌克兰的动作其实也蛮有趣的，蛮值得玩味的。像这个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马上就宣布要做这个戒严令，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动作？我们也是蛮好奇的。为什么之前明明2014年开始就有冲突，为什么到现在他才宣布说，尤其在边界一些跟俄罗斯接壤地方要实施戒严令，而且30天？把这个。制定这个颁布这个戒严令哈，在我们一般看来，就是他把这个紧张的程度拉高了。是。那有2个作用哈，第一个作用当然就是对内，马上明年3月份他要选总统，那他现在在国内的声望其实就是整个看民调来看，对，不太理想，所以他把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宣布戒严之后，可能在竞选活动上面可以受到限制，好，然后呢也可以凸显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毕竟他当初他当选总统，他的立场就是一个反对俄罗斯的一个立场，那所以他现在呢就把这样的立场就是更加的凸显，这第一个。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在乌克兰的西部，他们又比波罗申科就是反俄的立场又更加的激进，是，所以他这样子做也是在做给就是最西边乌克兰最西边的这些选民看，对，就是说让他们看到，因为在过去的就是波罗申科的他的一些外交立场上面，有时候他会受到西边反而受到那个比较激进的这些民族主义的指责，就认为说他好像不够强硬啊，然后呢，对俄的这些东西，对俄的这些外交关系上面啊，就太软弱了，对，就显得软弱了，所以他这样做的话，可以为他在西边这些地方能够得到一些选票，这是在国内的一个因素。那至于说在国外的话呢，也是波罗申科他想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把这个成绩拉高，然后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北约这边的支持，以及欧盟的一个支持，换取一点这种同情的眼光吗？也好，或者是支持的，因为他在国内，对他在国内的整个的治理上面，其实并不理想。国内的贪腐的问题啊，然后乌克兰的经济啊，这些东西这些问题，他都没有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声望其实就没有比其他2位对手，他甚至几乎到了第3，在9月份的时候还是第2。那目前的话，好像已经有些民调已经显示出来，他的那个已经到了第3。对，好，谢谢老师。那先比上半场的讨论，下半场带他继续来关注来拜个冲突，来关注红英选快又会带来内地影响，来看一下继续来关心。分享观众在个转到讨论的现场，下半场呢，每继续来关注礼拜卡恰坏卡开冲突。老师，我们接续上半场的话题。当然，你刚刚有提到说，就是乌克兰想借由这一次的冲突，来把他们的国内问题升高到国际化。那会不会呢？包括连俄罗斯其实本身也想借由这次冲突来解决他们国内一些问题。对，普丁在9月份，应该讲他是世足期间哈，他们就已经面临到国内的一些不满。那这个不满是来自于他们的年金改革。是，那一直到9月份的时候，很多的俄国人他们就上街去抗议。是，那所以呢，普丁就是因为这些事件，然后整个的民调一直就是大落这样子，跟之前的80几趴的那个支持度哈，就现在已经落到了60几趴这样。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也是俄罗斯国内的一个民调，俄国的人民他们都认为说，普丁他可能在对
对外的这些事情上面处理的很 OK， 但是呢，国内治理一些贪污的问题啊、经济的改革啊，都完全的不理想。可是呢，俄国的民意也认为，就是说应该要结束与西方的孤立。是。那所以我觉得说这次的事件对普丁某种程度上面是要转移压力，是好国内的这些压力，但是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于他在这个安全上面，黑海这个地区安全上面受到的压力其实蛮大的，因为北约现在在整个黑海地区常常就是一些海军的舰艇常常出现，对，还有跟乌克兰的一些演习等等，所以他今天在就是说把这个整个亚速海甚至封锁，或者是说，当然他也可能有那样的企图，把这个亚速海变成他自己的内海，不管他做不做得到啦，但总之就是想要借由这些事情，然后可以说。刚好他是可以配合这个波罗申科的一个演出，因为普丁有讲嘛，就是说他是在操作选举，那他也可以配合演出这出戏，因为对他来讲没有任何的伤害。等一个是愿打一个愿挨的状况嘛。对，就是对普丁也是某种程度上面来讲也是有好处啦。对，他不会是完全的被批评的那一方，他是这样认为的吗？被批评的那一方。被批评，现在没有大家都在批评他，因为当然不是国内啦，譬如说像欧盟啊，然后像美国啊，大家都认为说他不可以，就是应该要停止这种武力冲突的这些，要把整个的紧张的局势要降低下来。对。老师，我们讲到欧盟，我们这次看到欧盟在这次冲突当中的态度，其实也是挺为暧昧的。包括像乌克兰的总统波罗申科，就像欧盟球员就说：“你们是不是包括欧盟，包括北约，是不是派军队来协助我？”那可是德国的总理梅克尔其实就已经打他枪，他说：“就是我们绝对不会派兵，我们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是不是从这个当中也可以看到说，其实？欧盟其实并没有这么挺乌克兰，或是欧盟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有一点那么暧昧。对，欧盟，我们先讲北约哈，北约，这个乌克兰它不是北约的成员国，它只是一个伙伴，就是他们有这个伙伴关系。所以北约虽然一直讲，就是说在立场上面是挺乌克兰的，对，但是呢，他并没有义务要帮这个北约出兵。可是现在就是波罗申科就希望能够北约能够尽量的来帮助乌克兰。那我在想说，这也是。波罗申科他要把这个紧张的层级拉高，公布戒严法，因为把问题凸显出来变得严重的时候，那可能就是说去逼迫这个北约，然后伸手来帮乌克兰这样子。那至于其他的这个欧盟国家，他们这次就说 OK， 大家讨论的结果就是是不是要用制裁的方式来这个惩罚俄国。那不过欧盟内部其实大家的态度并不一样，譬如说像德法就一直认为说解决问题，就一直讲说问题要解决，透过这个外交的方式啊，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那他们也不认为说真的，如果说要进行制裁的话，会有产生什么样的效果？那其他的像希腊、像意大利、塞浦路斯呢，他们就认为说应该要减少这个制裁的一个力道。不过在欧盟内部，英国、然后波兰这些国家就认为应该要加重对俄国的一个制裁跟惩罚。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光是在欧盟内部有不同的声音，那这一些欧盟国家里面，好像土耳其它本身它是北约成员国，意大利是北约，法国、德国，那所以这个北约会不会帮乌克兰出兵？其实在我看来，应该是。还值得观察啦，不太轻易会出兵。那也像欧盟这边也讲了，就是说 ，OK， 我们就持续的观察，然后也几乎没有提到要制裁的，就是说是不是在继续或者说加重制裁等等的这些言辞都没有，然后就表达了一个
非常的关注，然后强烈的反对，希望用和平外交手段来解决这样的言辞上就是口惠而实不至的一些回应方法了。对，其实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为什么原先我们就之前大家都就想到说 ，OK。乌克兰它是在欧洲、欧盟跟俄国之间，它的战略地位很重要。那尤其它又是能源的一个过境国家，好。然后之前在2000年到2010年，这有好几次的这个就是天然气的一些纷争的事情，然后就让欧洲这边就断了这个能源哈，然后造成大家很大的一个恐慌跟不方便。所以说欧洲也会担心俄罗斯这时候万一把他们能源切断，或是乌克兰管线不通了怎么办？对，那可是呢，现在这些问题好像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转变。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有北溪2号，也就是说北溪它是从那个波罗的海直接从俄国的圣彼得堡那附近，然后直接到德国的这个东北部，好，有一条叫北溪，那现在还有一个北溪2号，预计差不多2020年的时候就可以开始运输这个，那它的那个天然气的运输量是非常大的，好，非常大，所以呢就绕过了那个中东欧这些国家，然后另外还有一条叫做土溪，就是 Turk Stream。好，土溪这条就从这个土耳其，那目前俄国跟土耳其的关系也是不错，因为特别是好像2015年11月的时候，他把那个俄国两架就是在那个两架战机打下来嘛，那后来16年的时候，土耳其就道歉了，道歉之后立刻这个土溪管线也就谈成了。那这些都是绕过中东欧国家，所以也就让这个俄国在控制中东欧国家，我随时可以断线，我不怕影响到欧洲。那相对的就好，就是说以乌克兰来讲，它的战略地位其实就有降低的这个可能。那所以说。北约，然后欧盟是不是真的愿意去得罪俄国，然后去协助乌克兰？我觉得这个方面应该不会像波罗申科的那个算盘打得这么如意。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在美国方面，其实态度感觉上，川普态度是比较强硬的。尤其在29号，就是昨天的时候，俄罗斯方面还说这个 G20 的双普会还是会举办，但是。最新的消息，那个川普说，他看了这次的冲突整个报告之后，我就不跟普丁谈了，我就延后，我们之后再谈。我们看着美国态度也是蛮令人好奇的，老师。美国这边的话，其实川普本身他的一些他的做法啦，基本上就是常常让大家。就很不着边际，然后就他的一些做法，就是不是我们一般人的这个逻辑可以去想得到的。对，那这一次的这个 G20 呢，本来是说要讨论，譬如说像北韩的问题啊、叙利亚的问题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川普之间有提到。关于在之前美苏所签订的一个短程跟中程的导弹的裁减这个条约应该要终止。那所以他为什么要终止？主要就是说，美国会认为第一个那个是，当然表面上看来说那个是苏联时期，那时候签订的。对，然后呢，现在呢也就是大家的那个武器的发展还在继续。那美国呢川普又讲，我们很有钱，美国很有钱，所以呢我们可以就是如果不受就没有了这个条约，它可以继续再发展核武，他也不怕。那这样子的话，没有这个条约，反而对美国来讲是一种，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限制在，所以这是川普他的一个想法。那后来发生的这个事情，当然就是要谈。那对于普丁来讲的话呢，谈也好，不谈也好，就是说，其实对普丁的影响并不大，因为他觉得，就像我们这几年看到的，在整个的这个国际上面，他完全就是不走非传统的这些谈判啊，思维方法也对非传统。对，然后他就是觉得说，我就是用武力去解决问题。然后普丁他当然他也更不怕那个制裁这么多年了，那也都没事嘛。对，那主要就是说它的能源、它的军事力量这些，然后还有就是说在譬如说像跟美国的贸易关系
又不是那么的强，然后整个俄罗斯的这个对外贸易其实是就是这个顺差的，对，好是顺差，就是他们进口的需求是比较小的，是，对，所以对俄国的影响，在经济方面的影响来说的话，不会像我们想的那么大，对，不会像那么大，然后他们可以继续的这个。